去！老子胳膊断了没当事儿。你小子找死是吧？兄弟们，给我打！打！给我打！不要别打死就行！别打我们的阿姨！给我打！继续打！继续打！打狠点儿！住手！杨副委，他们什么人？刘少爷抓回来的2个乱党。乱党？贾长安又希望扣乱党的罪名，公报私仇吧？这回还真不是。这2个乱党昨日殴打官差，今天被表少爷来了之后给他们抓回来的。没有。行了，说正事。温狗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啊，来电报了，就3个字儿：黑吃黑。你不用说我都知道，肯定是温狗把那俄国人给吃了。您真聪明，那但愿吧。温狗嘴那么大，哎，你不觉得温狗除了嘴大以外，他那眼睛太小了，眯着跟一缝儿似的。哎，但是瑞珍现在好像已经知道咱们在运这批军火，所以你得给我低调一点。哎，放心吧，爷明白。贾长安，你抓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乱党啊！乱党会有这个？哟，哪儿来的？从他们身上搜来的。没准儿是偷的吧？偷的？你觉得有人能偷崇利明贝勒的名帖吗？就算是崇利明的啊，你觉得他会为了这2个乞丐跟咱们步军统领衙门翻脸吗？贾长安，你以为你能代表步军统领衙门吗？杨真，你不过是个5品步军副委，说话呢最好注意点啊。统领大人不过是你的表舅，我想他不会因为你而开罪贝勒爷吧？太后近日下了密诏，我表舅身为9门提督步军巡捕统领，凡有乱党嫌疑者，皆有先斩后奏之专权。哎，这俩人有乱党嫌疑，我们将他们就地正法，就已经是很给他崇利明面子了啊！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我还是要告诉贝勒爷一声。杨真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杨府大少爷了。你的那些事儿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知道的。嗯。进。贝勒爷，杨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是不是您的？哎，这怎么在你这儿？您是不是送人了？啊，我的确给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子。他有事了？他被步军统领衙门当乱党给抓回来了。乱党？啊！我上次在老码头那儿已经亮过身份了，步军统领衙门还敢动我的人？谁这么大胆，不给我面子？贾长安。怎么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眼神很有煞气啊？狠点儿，你再狠点儿！我
就喜欢看你这眼神。等一会儿，我把你这对眼珠子给挖出来，看你还怎么狠！神机营办案，闲杂人等闪开！让开！哎，等会儿。杨震，你毕竟在这个步军统领衙门里面当差，你参与进去可不好。哥，没事儿，我不怕。什么没事？你先回家吧，我接完人了以后去杨府找你。放心吧。哎呦！你们敢抓神机营的人？ 是不是想死啊？误会，全是误会。啊！我这边胳膊已经废了，要打就打这边吧。人呢？人哦，后边，在后边牢房呢。哎呦，能忍是吧？啊？倒要看你什么时候喊出声！住手！ 情报目的，尔等竟敢擅闯！多罗哲敏贝勒，哟，你好。你，我。崇立明。 你别以为你是贝勒爷，就能一时压人。爷就是要压死你。这儿是步军统领衙门。步军统领衙门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家爷是满洲正白旗世袭郡王衔多罗哲敏贝勒。就算你崇立明再厉害，也不能在这儿打人。哦天哪！可言姐，你听到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不能在这儿打人。哼。 你打死你！估计瑞珍连个屁也不敢放了。贝勒爷，我错了，贝勒爷，我错了，贝勒爷，我错了。小子，爷又救了你一命。 哎，我说，这个你还是拿着吧。我不要。为什么呀？根本就没有用。你放你的屁没用！下回你再拿铁的时候，你直接说你是我额尔吉崇立明的人，绝对没人敢动你。行，不要算。你小子不是说不要吗？谁说不要？来！来，小兄弟，相逢便是缘，我敬你一个。别，算我一个。来。 兄弟，别这么看好你，我也敬你一个。杨震，步军统领衙门那边你不用担心，检察那边呢，你也不用在乎。好歹你也是个五品步兵副尉，腰杆挺直点。爷，我敬你一杯。你先喝。牛肉。我进了一批军火，明天借你的地放一下。这就对了。作为神机营的人，
腰杆一定要挺直，像我这样。来，阿爷，主子，你们和神机营有什么关系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我们家爷那可是神机营的副都统。几位爷，贝勒爷，步军统领衙门瑞珍大人派人送来一封信。怎么了？你们先吃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爷，没事吧？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瑞珍怪罪下来，算我的。不用，你们都坐下，把心放到肚子里，谁都不许动。好好吃，好好喝。吃，来，来喝酒。来，再喝一个。来，吃啊，多吃。什么情况？同盟会的人约定在今天下午5点，在牡丹厅见面。那么快了吧？你们查的还挺清楚啊。我们步军统领衙门的人可不好欺负。那是，谁敢欺负你们步军统领衙门的人？别人不敢，不代表贝勒爷你不敢。哦，你说贾长安呐，他活该。索朗跟石英在外面已经布置好了，上林仙馆有后门呢，都安排好了。碧螺春，好嘞。快5点了，这怎么还不来？沉住气，约定的时间是5点整，咱们再等等。我去聊2句。哎，谢贝勒爷。
晚上谁接到这个，谁就跑不了了。嗯。芳儿是个学生仔，嫩得很哟。本姑娘今天啊，就想尝尝学生仔。姑娘，这个绣球还给你，我还要急事。你放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救你的人。我暴露了，我的朋友也会有危险，我必须去通知他们。不行，今天说什么你都不能离开这个屋子。出去，你我崇立明，我们都得死。崇立明，帮我救那个。你别问了，我们在救你。和白烧酒比不过你们这些乡下人，有本事咱们来比这个。乡下人怎么了？我也没觉着我们有什么差别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哎，杨真，别闹了，坐，别喝了啊！敢不敢？行了，你们俩别喝了，我。哎你，哎你们俩真是。哎呀，我说，你小子真可以啊！哎，阿姨，哎，你没事吧？阿姨。
什么关系？穆王家爷，那可是神机营的副都统。我是来报仇的，为当年村子被屠而报仇。 有人吗？请问有人吗？阿义，这是你母亲留给你唯一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珍藏。你回来了。 别走，真儿，真儿，你别走，真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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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走，真儿，别走，别走！您认错人了，真儿，我没有认错人，我不会让你走的，不，绝不！你放开！你再不放开，我……真儿。 我的真儿，不是你的真儿，谁都骗不了我，你就是我的真儿。到底是谁？娘想你想的好苦，你知道吗？娘，放开我娘！真儿，娘，真儿，娘，我的，我是你的真儿。娘，不是你的真儿，你不是。 他是我的真儿，不是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是我的真儿，真儿，你对我娘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真儿，娘，哎，杨真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杨真。 杨真的母亲早年受过精神刺激，她这儿有点问题。她在的院子本来就是杨府的禁地，平日只有杨真可以进去，连我们都不让进，更何况你一个外人无意中踏入杨府禁地，这也难怪杨真会发飙。哎，小兄弟，你们这打算去哪儿啊？京城可有落脚之地？哎，我可是好心好意关心你。 我们也可是神机营的副都统啊，他是看你有两下子，想把你招进神机营，给你个好去处。我跟你说，他是看你有两下子，想把你招进神机营，给你个好去处。告诉崇立明。 我跟他毫无关系。哎，你这么好的护身符都不要，不知好歹。这就好厉害啊！阿玉，
咱们怎么回来的？我扶你回来的。啊？我们是不是很失礼啊？不必理会他们。啊？可是人家救了咱们的命啊！他们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把东西给你了。那个杨府的少爷想把东西占为己有，我给偷回来了。阿爷，你怎么能偷东西呢？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为什么不能拿过来？你不告而取，你就是偷啊！阿姨，你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你娘是蒙古贵族家的大小姐，你怎么能去偷人家东西呢？这不是你这种大少爷应该干的事儿啊！不是什么大少爷，我就是你的阿姨。对不起，是大傻不好，让阿姨跟着大傻受苦了。我对不起阿姨，我对不起你娘。是大傻不好，大傻自己没本事，我对不起你阿姨。好了，大傻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就这么走了？嗯，你也没问他住处在哪儿？我问了，他没说啊。你平时办事也不是这样的。写点儿。还有吗？一点点。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去干嘛了？你可不能出事儿。还有你，你还真开枪打他，你万一把他打死了怎么办呢？我一时冲动，我当时就想吓唬那小子。得了吧你，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。爷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去把他找回来。哎，京城这么大，你去哪儿找他去啊？就是。哎，你说这阿义也挺不知好歹的，你送他的名帖，他居然都敢不要。我说可言心啊，你不说话能死啊！你去那边待着去。不是爷，我说京城那么大，您到时候再找他们也不迟啊。咱先紧着要紧事儿办吧。温狗什么时候到？哦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你忘了吗，大傻？他们都是神纪营的人。那个崇黎明是神纪营的副都头。可是，阿姨，你不要胡来啊！神纪营。1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了。杨真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杨府大少爷了？你的那些事儿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可是知道的。嘿嘿。若婉，我把这儿给你找回来了。
啊？我不是让他等我吗？他说什么都不愿意留在这儿，难道我还把他绑在这不成啊？那，他说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让你去这儿找他。你得告诉我，这人到底是谁啊？他是革命党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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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娘，走开！娘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的胭脂盒，我的胭脂盒。说，是不是你偷的？是不是你拿的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！娘，你冷静一点。不是我。我明明放在这儿的，我没有动它，可它就没了。没了他，我的侄儿回来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他回来了？娘，侄儿在这儿呢，我是真儿。你看着我，侄儿就在这儿呢。你不是。走，娘，走！我是这儿，我是这儿。走开！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娘。走开！你不是娘，你不是这儿，你不是这儿。娘，你的胭脂盒在这儿。这样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杨真，杨真，这些东西怎么都放杨府了？这次呀，咱们被步军统领衙门给盯上了。爷说了，先放杨真府上，避避风头。杨真，大家都进屋休息吧。四三，点清楚啊！啊，好嘞，赶紧啊！哎，文狗，信中跟你提的马克沁弄到了？哎，那必须的呀！哥想玩的东西，再困难也得弄几挺啊！那还不赶紧拿出来看看？哇，这马克沁比加特林小了很多，还只有一个枪管。你懂啥呀？以前咱装的加特林，那足足有700、800斤重，这根本就是个死炮台。哎，这马克沁才100来斤，单手抡起来就能干。哎，小心点儿！哎，轻巧固然重要，威力怎么样？废话，那加特林1分钟只能打出去200发子弹，射程只有1000米远。这宝贝，1分钟能干出去600发子弹，600发，射程达到了2500米开外。哎呀！这么凶啊！哎哥，这么凶！你去哪儿啊？正经事儿，这个就是最新的马克沁吗？啊！哎，这东西绝对是一个杀人的利器，知道吗？是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你慢行了，赶紧收起来吧。文狗杨真跟爷出去办件要紧事儿，干什么去？崇立明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
你就是南方来的同盟会代表。上次在上林仙馆，我念与你相识一场，放你一马。可你还不赶紧滚，偏要往我的枪口上撞，你什么意思？崇黎明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日本初次相见的时候吗？哎，最近有个新闻，你没听说没啊？什么新闻？听说那个南海先生，他那个学生梁启超啊，在东京成立了个什么正文社。哦，他们就是爱瞎折腾。咱们皇上关了多久，还能出来吗？哼，谁说皇上出来？ 笑什么呀？这朝廷啊，有你们这么一帮败国的公子哥，这大清何愁不会灭亡？说什么呢你？啊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当然知道，你们不就是朝廷派来日本留学的贵族公子吗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啊？你还这么嚣张！你们整日在学校里不学无术，仗势欺人还不够。 还要到外面来丢人现眼，我真不明白，朝廷派你们来是干什么的？我们丢人现眼，那你来日本干什么？我和我的同道，皆为救中国而来。救中国？你拿什么救中国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老板，嗨，把这个混蛋给我赶出去啊！ 省得爷动手！我改个三把，慢着。你谁啊？在下周觉。那你且告诉我。 如何救我？你真想知道？回答我的问题，不然你出不去这个门。既然贝勒爷想知道答案，那我就说了。真正的浴血重生，你们敢吗？ 真正的浴血重生，你们敢吗？青春与腐蚀中开张，绯红的颜色，时间不曾对谁擦印，也只能经过背对命运，面对我。 我懂你身不由己，拥抱停格在转身间，总有心的遥感，话语静止在唇齿间，把故事说完，背对世界，面
对你，你懂我的言不由衷。如梦浮生，谈是非因果，轮回里枯荣逃不过。你承认卷起千层风波，我愿意陪你捕风烛火，做你隐形过客。如梦难可，花开又花落，我笑容你不曾触摸。秘书中写满阴差阳错，就让回忆步步随你背影，渐行渐远着。如梦初醒，若无缘寄托，被现实撕裂又缝合。我拱手，余生的云交锋，换你前路漫漫不再曲折，有人陪伴着。临行前只剩一首。却